你哋都話翡翠手鐲貴，但喺連衣呢度嘅翡翠，除咗唔貴，仲非常靚，有性價比。睇睇我呢度就知道啦，源頭加工廠，貨都係自己做嘅，冇中間商。你哋話平唔平啦？實際上而家好多短視頻直播公司都係翻好幾倍賣噶，我呢係正正經經做生意嘅，主打薄利多銷。以前都係供貨俾同行，但係而家姊妹們都可以同同行一樣按批發價攞貨。睇睇今日啱加工出嚟嘅手鐲，你哋就知道品質係點噶啦。重點係價錢平，先睇呢條情底黃翡手鐲，種水膠膠潤潤，黃色嘅地方好甜。再睇睇情底手鐲，種水好膠潤，淡淡嘅綠色。到呢條同樣係情底手鐲，種水膠膠潤潤，但係就好厚裝。仲有呢條葡萄肉手鐲，種水膠膠潤潤，仲帶熒光感，真係甜。最後一條芙蓉綠手鐲，種水膠膠潤潤，綠中有白，白中有綠。中意嘅快啲報個圈後啦！